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社会新闻不闪时报道少年家一个看对方插目，就和人顶高机拼输赢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高歌乌高第一条，高就是一个无其他的意思，像讲敢若生一个囝，咱讲孤囝。另外台语有一句话讲孤鸟插人群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入去到青云的所在生活。另外这个高嘛有无主野鬼的意思，甲因拜拜，咱讲祭高孝高。落尾这个孝高嘛有正的意思，也毋过是较粗的讲法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定高机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对一个输赢对战。特别解说高机，照古早台语字典的讲法，高机就是敢若一支手机的意思，卖当讲是一支牌。另外，高机嘛是古早光桥人伫咧讲的撇话，意思是讲一条桥足矮下桥。第二个词读做孤屈。孤屈本来是讲一个人无爸无母、无兄弟姊妹，落尾讲一个人无爱和人交际，咱讲是孤屈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个性足孤屈，性地无好，卡袂着就起配面，要找人顶孤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孤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